係所有茶都用同一個溫度，我哋發酵比較少嗰啲咧就用低啲嘅溫度，發酵比較重啲嘅咧就用高啲嘅溫度。咁大家從個顏色咧都會睇得到啦，譬如綠茶啦、白茶啦、烏龍茶啦，佢比較青綠的而咧低啲嘅溫度。咁譬如紅茶啊、呢啲普洱茶啊，或者呢啲發酵得重啲嘅茶類咧，咁我哋通常用高啲嘅溫度。圓形嘅茶壺咧就適合咧製作比較圓啲嘅緊結啲嘅烏龍茶。譬如呢隻鐵觀音咧，佢個茶葉咧係一個圓形嘅，咁所以咧佢膨脹嘅時候咧就會係咁樣膨脹。我今次咧就為大家示範就係烏龍茶。第一沖咧，我哋有時叫佢做溫潤泡。你經過啲水同嘅熱力之後咧，就能夠令啲茶葉咧佢本來好乾好緊嘅，你就可以慢慢打開。咁嗰茶葉張開咗之後咧，就正式加水啦。加水都係注意咧，喺個膊頭先入，兜半個圈，逐漸咧將個水流拉高，叫高沖啦。然後用個壺蓋刮走上面嘅泡沫。沖茶就要低斟，盡量咧嗰個茶壺咧就貼近個水面，就輪流咁樣3斟。咁舊時嘅俗語叫關公巡城。